中东的情势紧张，伊朗讲要封锁运送能源主要的荷姆兹海峡，会影响到全球2成原油甲天然气的出口哦。亚洲国家嘛拢错会等。今仔解破新闻，咱要请万婷为咱来分析讲，这场中东的战争对国际能源的供应会造成什么威胁？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解破新闻就要带大家来关心这中东战事对国际能源的影响。伊朗即马为着要报复，毋但发动军事攻击，伫咧经济方面嘛出手啊。为头倒的新闻，咱会当知影讲，伊朗即马是已经宣布控制荷姆兹海峡，也这是引起全球的紧张。伊朗安尼做，就是因为因知影这全世界有2成的石油甲天然气，拢是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伫咧运送。一旦若是封锁了后，就会造成真济国家的石油甲天然气来源断层，尤其是亚洲，因为亚洲是有超过8成以上的能源拢是靠进口的，也其中呢，这中东所生产的石油甲天然气就占真大部分。亲像日本来讲，有超过9成的石油拢是透过这个海峡伫咧运送，也韩国这边嘛有7成的石油是甲中东买。虽然这两个国家因有库存会当来暂时应对，不过这暂时是偌久咧？根据数据显示，日本这边会当阁提供254天的石油，那韩国这边是也有210天的量，这种是差不多7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但是以咱台湾来讲，咱台湾有9成6以上的能源拢是靠进口的，也其中有6成的石油甲3成的天然气，拢是透过荷姆兹海峡伫咧运送。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评估，咱的石油是极计会当阁挡120天，也就是差不多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天然气是干那会当维持11天尔。不过，咱的经济部长有讲哦，短期来看，这3月天然气的供应是无问题。一旦这战事若是拖到4月哦，安尼恐惊就影响咯。所以中长期来看，这经济部是会采取3阶段伫来营运稳定咱的能源。第一就是提早调货，也就是讲为非中东地区，亲像美国、澳洲，遮咱原本就咧甲买天然气国家来调度。第二就是为亚洲调货，也就是讲先甲日本甲韩国这个国家来参详讲，会敢会当互相来支援库存的部分。不过日本甲韩国伊嘛是用靠中东的，可能因家己就已经无一定够用啊。敢会愿意提供予台湾，就搁爱讨论。那上尾步就是市场买现货，也就是讲伫咧国际市场直接依照这当日的介绍来甲有石油或者是有天然气国家买。准做各国拢已经有库存嘛应对措施，不过无人知影这战争到底会拍偌久，所以也是需要先做长期的规划，才会当来应应国际局势。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咱从镜头交转去主播。